桃园检方会同台中的警方，伫今年9月份，伫桃园的杨梅有掠到做毒的工厂，嘛掠到5个嫌犯，佮查到3级毒品喵喵的原料、半成品，也有成品，计共216公斤。这物件会当做50万包的毒咖啡包，加载无走去市面。另外，桃园机场嘛有掠到泰国人利用观光名义进入台湾，啊，毋过说炸毒、炸海洛因，计共有13公斤，价值上亿。维安特勤队邀请为透天厝头前进入厝内，后边也有关警包围，也将原本想要逃走嫌犯掠到，因全部拢是这间做毒工厂的人员。开始讲，好。警方入去到透天厝内底，充满化学药剂气味，现场都超出大批做毒的器具，也有原料成品甲半成品216公斤。检警长期收证，将后这做毒工厂藏伫桃园杨梅这透天厝内底，过有做过化学老师细腻的主嫌，加做俗称喵喵第3级毒品。这种喵喵毒品，它就是掺杂在我们现在市面上的新兴毒品咖啡包里面。那每包大约0.4公克，它就可以做成毒品咖啡包。警方表示，这毒品刺激上药，大部分是掺伫毒咖啡包内底，初步应制作50万包，好加在无流入市面，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上班。另外，在桃园机场，警方查到外籍人士用观光名义来台，实际上说是运送毒品。破获贩毒集团利用外籍人士以托运行李夹杂方式，自泰国走私低级毒品海洛因，毛重13.589公斤来台。本次走私之毒品市值初估破1亿元。警方表示，想要炸毒品入境的是一个泰国籍查甫人，贩毒集团利用伊捌来台工作，要求参加旅行团来运动，佮约定代志成功了后会给钱。经过地检署侦办了后，也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